刘德昭，皇上宣你觐见，请吧。刘德昭，还不赶快跪下拜见皇上？山西巡抚刘德昭，叩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刘大人，皇上，这些都是龙三弹劾臣的罪状，都是他无中生有所罗织的罪名，无中生有啊！刘德昭，钦差大人与你无冤无仇，为何要无中生有罗织罪名来诬告你？回皇上的话，这龙三向臣索贿不成，所以怀恨在心。他暗中勾结牛角寨上的悍匪，盗抢我府库的官银，还有这龙三，他私刻玉玺，伪造密旨，干涉我山西地方政务。皇上，这一桩桩一件件，臣据查实。皇上，请皇上明察。刘德昭，臣在。你文才不错嘛，言语之间的逻辑倒也紧密，难怪你能一路升迁，官拜2品。谢皇上圣赞，臣实在是愧不敢当啊。还有皇上，这是龙三私刻玉玺、伪造密旨、盗抢官银的证据，请皇上明鉴。没错，这个玉玺和密旨都是假的。皇上，除了这些物证以外，臣还有人证。此人证乃是山西总兵书监大人府上的管家，他可以作证。这龙三在借住书府期间，曾经率领手下敲砖改办，勾结山匪盗抢官府库银。如果皇上想亲自预审此案的话，可召此人进宫质询，此案可立百于天下。不必了，这儿有3个人证，个个都比你那个书府的管家重要。他们每一个都能证明这龙三假传圣旨，伪造玉玺，乔装改扮盗抢官银，甚至还谋害朝廷命官，杀了你手下一员姓杨的参将。吾皇圣明啊！皇上实在是圣明啊，但不知现在那3人现下何处啊？刘大人，别来无恙啊！皇上，此女子乃是龙三的贴身丫鬟呀！刘德昭，我也是证人之一，你可还记得我？皇上，这个人也是龙三的心腹啊，抢到官银也有他的份啊！皇上，不管他们说什么，你可不要听他们的谗言呀！皇上，何止他们俩有份儿？刘德昭，臣在。你为何不抬起头来看看朕？臣第一次拜见天颜，内心诚惶诚恐，臣不敢直视天威，所以朕让你抬起头来，仔细的看看朕。
李公公啊，啊，皇上在吗？索大人啊，皇上跟史淑姑娘去了永乐斋，要过一阵子才回来。索大人，稍候一下。那我就在这儿候着吧。好。这甘国泰的案子结了，我得向皇上汇报一下案情啊。跑什么呢？啊，急急火火的。刑部有人带话，说这刘德昭死活不肯认罪，还说什么哭着喊着要见你。见我？对。糟了，难不成是他给我行贿了2万两银票，这会儿要举报我？不行，我得去封了他的口。你去告诉刘德昭，让他别着急，跟他说，等我见完皇上就去见他。是，义父。刘德昭，快起来！索大人到了。带去。刘德昭，你到底还有什么事想见本官啊？索大人，罪囚有要事相禀报。你到底还有什么事啊？啊？索大人，罪囚知道，我这次犯的可是杀头之罪啊！可是我仍然想戴罪立功，想换取我那继室夫人秋敏，还有她腹中胎儿的2条性命啊！索大人，你呀，你想的挺美的，你还没想明白呀？自己犯多大的罪你没数啊？啊？索大人，刘德昭，你犯的是诛9族大罪。现在新上任的山西巡抚已经将你的继室裘敏，还有他的弟弟裘贵一干人等全部捉拿了，不日就会押解进京，跟你一起当街问斩。索大人，我知道，我知道，罪囚这次犯的那是逆天之罪呀！可是索大人，我所要举报的，那也是非同小可呀，是关于丽妃娘娘的一个秘密，对于皇后，还有索大人，乃至和顺里整个家族。你们都先出去，我要和他聊聊。这。刘德昭，你想好了？若你举报之事确有价值，那本官可以保证，把你夫人裘敏和她腹中的胎儿保下来。这大人呐，我会啊！说来我听听，什么重要的事？索大人，我所要说的事儿，干系到皇家的体面，我想越少人知道越好吧。他没事，他是我亲外甥。索大人，罪囚说，我听说这舒建之女舒婉心回宫之后，用了没多久，就被皇上封为了丽妃，是吧？是啊，而且现在后宫十分得宠。可说的呢。索大人呐，你可不知道啊，现在正在受到皇上恩宠的，并不是真正的舒婉心，她是假冒的，假冒的。你说舒婉心是假冒的？这个丽妃娘娘是个假丽妃。什么？丽妃是被人冒名顶替的？嘘，皇后娘娘千万小声点，别让外面的宫人听见了。这消息可当真？这刘德昭所言可靠吗？这刘德昭意识到自己死罪难逃，
一心只想给自己留个后，所以他没有必要再胡言乱语编出这么荒谬的事情来。而且根据丽妃这次出巡的种种表现，她几次三番拼着性命去保护皇上，其胆识不像是普通官宦人家的小姐所为。我看此事十有八九会是真的。而且再往深里去想，这假冒丽妃的人，说不定和李氏兄妹他们都是同一伙人。那这刘德昭手里可有证据？没有，就是因为他手里没有证据，所以他才不敢声张，只是拼着命的想要见我，想私下里和我做个交易。那依三叔所见，我们现在该如何应对？要不要去告诉皇上？万万不可！现在皇上对丽妃宠爱有加，而且此事又关系了皇家的脸面，我们一定要把真凭实据拿到手里，再一举扳倒李氏兄妹，还有这个假扮丽妃的人，不然大蛇不成，反要遭蛇咬啊！那三叔的意思是？现在唯一的铁证就是活着的舒婉心。我会悄悄地派人去趟山西，通知山西新巡抚，让他设法悄悄放掉裘贵和裘敏姐弟俩。我们让裘贵替我们找到真正的舒婉心。拿菜。安排一个可靠的人，把这封信交给裘贵，告诉他，只要他能找到真正的舒婉心，便可以戴罪立功。不仅他和他姐姐的命可以保住，就连刘德昭都可以罪减一等，保住性命。您放心，这事儿就包在我身上。去吧。拿去抹药吧。这，李太医，李公公，叔父的意思是，纳赛和索额图又在想办法暗算我和易欢。索额图昨天在御书房门前候着，准备向皇上汇报顺天府尹甘国泰一案。突然刑部派人来找他，说是刘德昭坚持要见索额图，说有重要的事情要汇报。索额图去了天牢以后，他就跟纳赛在旁边咬耳朵，估计没什么好事，搞不好啊跟你们兄妹有关。我知道了，多谢叔父提醒。你小心点。大师兄，我怀疑刘德昭他把我假冒舒婉心之事通给索额图了。索额图早就怀疑我跟易欢另有图谋，如今他肯定怀疑我们三个是一伙的。他眼下不动声色，只是因为除了刘德昭所言，他别无证据。可此事事关皇室颜面，他一定会派纳赛去追寻舒婉心的下落。如果真让他找到舒婉心，那我们就麻烦了。你放心吧，我已经派人去给孟祥和送去了消息，让他和舒婉心一定要小心隐藏行踪。有劳李太医。丽妃娘娘客气了。皇上，这些就是吴应奇从云南押送进京的永历帝遗物。台上跪着的那个男人，还有他旁边跪着的那个女人，你好好的看看他们，记住他们的样子。
永远不要忘记。他们是谁啊？我为什么要记住他们的样子，永远都不忘？先别问为什么，听义父说，好好看看他们。这是你第一次看见他们，也是最后一次看见他们。老大，想什么呢？没有，我只是在想，永历作为前明最后一个皇帝，日子一定不好过。他在被平西王绞杀之时，又作何感想呢？还能作何感想？这亡国之君呢，不如丧家之犬。朕看了这些遗物，也很受震动。所以，朕一定要励精图治，造福百姓，绝不重蹈前明的覆辙。龙小弟，我相信你，你一定能做好的。不过，吴三桂他派人夺走了金钥匙，肯定没安好心，你自己得注意点了。相比于金钥匙的真正下落，朕更在意的是，如何以永历帝为镜，做一个真正的好皇帝。再说了，就算这金钥匙在吴三桂手上，朕也不惧，因为铜匣子在朕的手里，所以他就算凑齐了3把金钥匙，也是没用的。龙小弟，你还不知道你手里的铜匣子其实是假的，也不知道吴三桂抢回去的金钥匙也是假的。真的钥匙已经落在朱哥哥手里了，否则你恐怕会寝食难安的。这把金钥匙是假的。假的？不会吧，大师傅，你再认真看看。我是不会看错的。千影，你上当了。那就有劳姑娘了。师姐，你会不会被吴应奇那小子给骗了？不可能，吴应奇不知道金钥匙的秘密，他也不知道我接近他是为了金钥匙，所以他不可能放着一把假钥匙等着我去调包啊！你怎么能如此确定呢？四师傅，吴应奇和他爹吴三桂不同，他是个人品端方、有胆有识的谦谦君子。人品端方、有胆有识，还谦谦君子。千影，你对吴三桂的儿子评价挺高的。我说的都是实话。三师傅，其实樊师姐也没说错，这个吴应奇确实是温文尔雅、多才多艺，而且他一路上特别体恤下人，履行善事，而且面对强敌的时候也没有表现出什么懦弱畏惧。其实说真的，如果他不是吴三桂的儿子，弟子我也是真想和他结交的。有其父必有其子，吴三桂这种大汉奸，怎么可能教得出这么好的儿子？倩影啊，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你爹说的对，你千万不要被吴应奇那个小子的外表给骗了。爹，在你眼里，女儿就是如此糊涂无用之人吗？你根本就没见过吴应奇。我和叶师弟已经跟他相处整整3个月了，如果换作是易欢的话，你也会这么不相信他的判断吗？倩影，你爹不是这个意思，他只是想提醒你。易欢虽然生性贪玩，
不求上进，可是他天资聪颖，绝不会那么容易被敌人的假象给迷惑的。是，易欢什么都比我好，我这个女儿什么都不如易欢。可是爹，你别忘了，我才是你的亲生女儿，易欢的亲爹是大师傅晋王。倩影，师姐，倩影，这孩子，你以后跟女儿说话就不能温和一点吗？难怪女儿怪你偏心。既然倩影和默生都觉得吴应奇不可能从中做手脚，那只剩下一种可能，那就是吴应奇一开始护送的金钥匙就是一把假的。也就是说，真的金钥匙还在吴三桂的手中。没错，吴三桂在朝廷中也广布眼线，他很可能也从鳌拜那里得到了金钥匙的秘密。所以，当朝廷要他上缴永历帝遗物时，他很可能留了个心，把真的金钥匙留了下来，而让吴应奇护送一把假的金钥匙进京。既然金钥匙是假的，那他又何必把它追回来呢？还铤而走险，把山西总兵舒建给杀了。也许他是怕清廷知道金钥匙被调了包，康熙会追问他的欺君之罪，所以他派杀手假扮盗贼，盗走了那把假的金钥匙。舒建命大，虽然受了重伤，但他没有当场毙命，所以他又派石青红去杀人灭口。但他万没有想到，山西巡抚刘德昭也想杀舒建灭口，还派出了义成。义成撞破了石青红要杀舒建的真相，反而让康熙知道了劫杀舒建的是他吴三桂。四师傅、五师傅说的都很有道理。康熙表面上维护吴三桂，其实心里对他很是猜疑。我觉得这倒是我们的一个绝佳的好机会。太子，如今你跟奕欢还有倾城，已经完全取得了康熙的信任。你们接下来的任务就是继续潜伏在紫禁城中，查出鳌拜安插在我们明珠谷的内奸，找到真正的铜匣。好，铜匣是在宫里找到的，也是在宫里被调包的。我们只能继续留在宫里。义父，我会尽最大的努力，找出真的铜匣，查出内奸。默生，吴应奇不是邀请你跟倩影一起去云南吗？真的金钥匙一定还在吴三桂的手中，你就顺势答应他，跟他一块儿去云南。大师傅，你能不能换个人去啊？为什么要换人呢？你跟倩影搭档的不是很好吗？如果现在突然换人的话，难免吴应奇会起疑心的。这个，弟子上次练功的时候不小心走火入魔受了伤，我想在京城多待几日，等养好了伤，再去执行任务。走火入魔？来，默生的确曾走火入魔，伤及内脏，至今未愈。而且默生的肝气郁结，脏腑之中有一股抑郁之气。默生，你到底有什么心事？为什么好端端的练功时会走火入魔呢？弟子只是不小心受的伤，并无大碍的。来，默生，让爹看看。来。你干嘛打孩子呀？爹，三师傅都说了我已经走火入魔受了伤，你为什么还要打我？给我闭嘴！你怎么想的我不清楚吗？你必须跟倩影去云南啊！想借机在京城待着，门都没有。四师傅，叶师弟内伤未愈，想要留在京城也是情有可原的。太子，你别替他求情，他心里藏着大逆不道的心思，我要把他打醒。明章，四师傅，叶师弟的心病我知道，这是我们师兄弟之间的事情，就交给我们自己解决吧。
倩影，倩影，你怎么了？没什么，只是沙子迷了眼睛。这湖边哪来的沙子呀？倩影，你是不是遇上什么不开心的事了？告诉我，也许心里会好受一些。真的没有。既然你不想说，那就算了。不过人生苦短，我们不应该再纠结那些不开心的事情了，好吗？给。这是什么？哇，好漂亮的金面具啊！不过，这实在是太贵重了，倩影不敢收。倩影，这金面具是我亲自设计、亲自监督工匠打造的，你难道不喜欢吗？喜欢，可倩影真的不能收。倩影，这是我第一次送你孩子东西，难道直到现在，你还不明白我的心意吗？倩影只是卑微平凡的女子，承受不起公子如此的厚爱。何时天会晴？雨后的世界，一场安静。在思念湖畔，回想起你。我在黑夜等你的黎明，我在这里，你在哪里？思念不来及，今夕而行。这金面具，我为你一人打造。你若不收它，它还有何意义？这么美的金面具，丢了实在是可惜。公子直接给我戴上吧。好。情缠一握，曾经拨弄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梦何时才会清醒？醒来之后，只想看你的眼睛。我在黑夜等你的黎明，我在这里，你在哪里？思念不来及，今夕何夕？许过的愿还留在天边，心里的白发又平添。过一天一年，何时再见？过一天一年，何时再见？
叶师弟，来。我知道，你为什么想留在京城。对不起啊，大师兄，我控制不了我自己。我和易欢从小就定了亲，我又是大明的太子，朱明联盟的核心，于公于私，你都没办法跟我抢易欢，所以你只能把你对他的感情埋在心里，以致一语成疾。大师兄，你放心，这只是我的一个心病。等将来有一天，你和易欢成了亲，有了孩子，我也许慢慢就放下了，绝对不会打扰你们的。我相信。其实你比我还大1岁呢，只不过因为我的身份特殊，所以师父们让你们尊称我一声大师兄。我相信你比我更知道分寸。大师兄，在我的心里，兄弟之情一定比儿女私情更重。但有一件事憋在我心里很久很久了，我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说。既然是兄弟，就应该无话不谈。我在山西照顾小师妹的那几天里，小师妹昏迷的时候，嘴里面一直喊着“朱哥哥，朱哥哥”，还有龙小弟，龙小弟。他自然是挂念我的。至于那个康熙，不过是随口叫几声吧。可是那天晚上，我照顾他一晚上，亲耳听见他只叫了7声“周哥哥”，但是却叫了76声“龙小弟”。大师兄，你要是继续把易欢留在康熙身边，那他的心早晚有一天可就不是你的了。你还是赶紧把他撤回来。我撤不了，童霞还没有找到，鳌拜埋伏在明珠谷的内奸，也没有查出来。如果易欢做了大清皇帝的女人，你纵然光复大明成功了，有什么意义啊？光复大明是我此生最大的责任，可你却是我的命。如果没有了你，那我做什么都没有意义。我要是你，我才不要这万里江山呢！我就想牵着小师妹的手，找一个像明珠谷一样的世外桃源。我天天变着法子的想怎么给她做好吃的，生一堆孩子，逍遥快活，一生岂不美满？叶师弟，我如果是你，我也宁愿不要江山要美人。但是，我姓朱，是大明最后一个太子，我不可以。大师兄，若是小师妹做了大清皇帝的女人，你纵然光复大明成功了，又有何意义啊？
你们都退下吧。是。来，快坐下。小师妹，你有没有去看大师兄啊？他人都瘦了，还变得沉默了。呀，最近他一直在忙着跟索额图查那些贪官污吏，我都好多天没见到他了。他不来见你，你就不去见见他呀？我倒是最近在夜里悄悄地见了他，他人瘦了，都忧郁了。是吗？那是我疏忽了。我一直觉得朱哥哥成熟稳重，无所不能，遇到什么事情都能解决，他也会很好的照顾自己。你呀，不是疏忽了，是你的心不在他身上罢了。现在你的心思都在你的龙小弟身上，忘了你的朱哥哥了吧？没有，雪姐姐，我心里是有朱哥哥的。我知道你心里有朱哥哥，只是朱哥哥和龙小弟的位子不一样，对不对？虽然你不敢承认，也不敢说出口，但是你的心思啊，我最了解。虽然你从小和大师兄定了亲，可在你的心里一直把他当成哥哥看待，没有男女之情。我说的对吗？您来了，掌柜的，这去肝火明目的药材到齐了没有？都到齐了，全在后院。要不您自己去看看？好嘞，请。雪姐姐，其实我之前一直不明白我对朱哥哥到底是什么感情，我是最近才想清楚的。雪姐姐，你是怎么知道的？因为爱一个人，就一定会想要独占他，而你从小就知道我很喜欢大师兄，可你从来不吃醋，还没心没肺的跟我做姐妹，所以我就知道你对大师兄的感情和我对大师兄的感情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咱们俩换个位子，你明知道我和大师兄从小定了亲，却还那么喜欢他，那我一定会很生气啊，就像大师兄会生叶师弟的气一样。雪姐姐，这些话我从来不敢跟别人说，我跟你说完，你可千万要替我保密啊。咱们俩姐妹的私房话，当然要保密，都是咱们的小秘密。其实我是喜欢朱哥哥的，但是就像你说的，我对他的喜欢不是男女之间的喜欢，我喜欢他是因为他从小对我特别好，宠着我，就算天塌下来他也能帮我扛着，让我特别有安全感。但是朱哥哥一心想着光复大明，对我跟他自己的要求特别高，就跟我爹似的，让我觉得特别没趣。我知道，我看得出来。可是从小爹跟各位师长就一直告诉我，我呢是朱哥哥的未婚妻，是将来大明的太子妃。这个称呼就好像是我这辈子最大的责任似的。其实我特别讨厌这种感觉，我不敢说，我又不敢反对，直到我遇上了龙小弟。虽然他是皇上，有的时候我看到他会觉得特别畏惧，可大部分的时候我跟他在一起都会觉得特别开心。他是皇上，但是他有的时候很可怜，我心里想保护他，想照顾他，想对他好。我知道我这样的想法不对，可是我根本控制不住。其实我也一样，我明知道不应该喜欢大师兄，不该对他好，可我还是控制不住我自己。雪姐姐，你说我该怎么办啊？情之一字，最是无解。我也同样苦恼，同样不知该如何是好。我刚刚收到牛角寨的飞鸽传书，上面说，刘德昭的继室夫人裘敏以及裘敏的弟弟裘贵，不知怎么的就从牢房里面逃出来，而且裘贵取出了暗藏的金银财宝，画了孟祥和和舒婉欣的画像，在江湖上放话，
谁要是找出这2人，就重金酬谢。此事太子已经跟我说过，这都是索额图在背后安排的。这江湖上的3教9流，贪图重赏，必定会纷纷出动，寻找孟祥和跟舒婉心。如果真让他们找到了，那倾城就危险了。岂止是倾城有危险，恐怕这太子和易欢就都暴露了。那为今之计，只有派人先杀了裘贵，以绝后患。我去吧。裘贵跟他那些手下，在我眼里就是小菜一碟。姐姐的武功的确很高，天下无敌。但是姐姐，你不熟悉山西那边的情况，而且你不认识裘贵，所以还是我去吧。好，那就有劳雪衣居士，你辛苦一趟。现在已经查实，有259名官员打着抓捕乱党的旗号，贪赃枉法、草菅人命，冒领所谓的功劳，然后骗取朝廷的封赏。这么严重？何止严重，简直骇人听闻。就拿左翼前锋营统领隆德多来说吧，2年前，他还是小小的伪属前锋营侍卫，从五品，正是靠着一连串这样所谓的军功连升5级，摇身一变，变成了现在的正2品5职京官。隆德多朕是知道的，半年前，他捣毁了在京城反清联盟的5个据点，抓捕了50多名逆匪，朕还亲自赏了他1件黄马褂。可皇上有所不知，这50多名逆匪，有近一半是被冤杀的。你说什么？这些被冤杀的人，都是些遭受了旱灾、水涝的一些逃难的灾民，还有一些是在当地被地方的官员逼得进京城告御状的一些老百姓。既然这些人是被冤枉的，朝廷也派出了监斩的人，为什么他们不喊冤呢？隆德多为了坐实所谓的军功，在这些死囚上刑场前，都给他们灌下了哑药，让他们有冤难诉。真该死！皇上，其他官员骗取军功一样是花样百出，还有比隆德多更严重的吗？有，京城护军参领阿必齐。阿必齐？他府上挂的那个国之栋梁的牌匾，还是朕亲笔给他题的字呢。这阿必齐用的和隆德多是相似的手法，一路累计军功，从一个小的不能再小的城门吏，平步青云，如今已官拜3品。他冤杀了多少人？奴才查实的，这阿必齐杀的300多人当中，只有100多人是有过大逆不道罪行的，其他的都是冤杀的。更好笑的是，同样一个人名，却反复被杀了5次，身份一会儿是老妇人，一会儿是垂髫小儿，一会儿是中年男子。怪不得呢，怪不得我一个弱女子都被他们当成乱党逆匪给抓起来了。他们一定听我的口音是外地人，又无亲无故的，所以想拿我的人头去充数。索土，奴才在。把这些查实罪名的官员全部给朕抓起来，送到刑部审理。这。皇上圣明。圣明？你是在嘲讽朕吗？有哪个圣明的君王身边有这么多的贪官酷吏？哪有啊？你刚亲政不久，之前那些烂摊子都是鳌拜弄的，跟你没关系。身为天子，岂可违过于臣子？看来朕必须尽快好好选一选能臣和贤臣，整顿一下朝廷的吏治。龙小姐，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朱哥哥，你都瘦了，下巴都尖了。你呀，总算知道关心我了。其实是雪姐姐先发现的。朱哥哥，我总是习惯了你对我的呵护，却很少主动关心你。小丫头，干嘛跟我说这些？我知道你现在心里一定很难受。其实我也不好受。
可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也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才好。欢梅，你别说了，我明白你的心，我不怨你，我只恨我自己无能。朱哥哥，你千万别这样说，你越这样说，我心里越内疚。欢梅，我们从小青梅竹马一起长大，我们对彼此都太熟悉了。这对于我们的感情来说，既是好事，也是坏事。而康熙对你来说，就是一个琢磨不定的诱惑，所以你对他充满了幻想。欢梅，要不要跟我打个赌？什么赌？赌康熙能不能说到做到？我赌他不能。康熙他是个皇帝，而且他最讨厌那些贪官酷吏了，他一定能够说到做到的。好，那咱们这就赌上了。赌注是什么？100两银子还是1000两银子？我不跟你赌钱，我赌你的心。如果你输了，我相信你对康熙的幻想也就破灭了，你也不会再被他所迷惑。到时候，你乖乖跟我一起光复大明，做我未来的太子妃。那如果你输了呢？如果我输了，那连我也会对康熙服气。到时候，无论你做什么，我也认了。嗯，好。你说什么？皇上，大刀阔斧的整顿吏治，已将隆德多、阿必奇等259名大小官员全部入狱问罪。不可以，不可以，万万不可以！索图，奴才在。这259名官员罪证已经全部坐实，朕即刻就封你为监斩官，10日之后将他们全部问斩。啊，皇上，全部问斩？怎么？你还要朕再说一遍吗？不用，皇上，奴才听明白了。奴才这几天偶感风寒，一直咳嗽不停，浑身发冷，然后还不停地冒汗，一直在咳嗽。奴才一直在坚持着办差，可是到了今天，为师觉得有点撑不住了。奴才想请皇上开恩，可不可以拖延几日让奴才办差，或者另外再派一个人去监斩？索图啊，你这病的可真是时候啊！真的，真有点撑不住了。行了，你回府养病去吧。奴才谢皇上恩典，奴才告退。老滑头，皇上，其实索大人办案倒是很利索，也很有章法，是个不可多得的能臣。只是他没想到，皇上会如此严惩这些贪官污吏。若是让他监斩的话，就相当于让他得罪了大半个朝廷。又想在朕的面前捞功劳，又不想得罪别人。是，只怕眼下这监斩官的人选是不好定了。毕竟谁也不想一下子站到大半个朝廷的对立面。臣倒是无牵无挂，但臣是个汉臣，名义上又只是一名太医。皇上让我在暗中协助索大人办案，这倒是可以。若是在明面上对臣委以重任，只怕不太好。朕明白，你不是怕事，你是愿意为朕效力的，但是朕也不能将你推到火堆上去烤。多谢皇上体恤。只是，眼下这监斩官，怕是无人敢胜任了。
罢了，那朕就亲自监斩，狠狠杀一杀这朝中的歪风。龙小弟，你太厉害了，我支持你。哼，朱哥哥，怎么样？我都说了吧，康熙是个好皇帝，是个励精图治的好皇帝。现在就下结论，未免太早了吧？如果康熙真的有魄力，把这259个贪官酷吏的头都给砍了，那我就认输。好啊，那就再等时日看看。好。皇祖母，近来身子可好啊？老太婆倒挺好，可是哀家怎么听说这些日子皇上从来没睡过一个囫囵个儿的觉了？皇上虽然年轻，也不能太疲劳。这个啊，其味如何？皇祖母，这杯参茶汤色清澈，可是药味就没那么浓了，提神的效果也没那么好。是啊，水至清则无鱼嘛，浑水养鱼呀。皇祖母，您老人家似乎话里有话呀。是啊，哀家是有话要跟皇上说。听说皇上一怒之下，将259个大小官都拿下问斩了。啊，是，皇祖母，这些人啊，贪赃枉法、草菅人命，都死有余辜。他们的所作所为啊，哀家也知晓。皇上要砍他们的脑袋，也是不为过。甚至有些人，你可以株连他9族，以儆效尤啊。皇祖母，其实呢，孙儿一次性要砍这么多贪官的脑袋，孙儿的心里啊也是有些不安的。多谢皇祖母的支持，孙儿这样就可以放手施为了。哀家呢，自然要为皇上仔细的打算，全力的支持皇上啊。只是哀家老喽，说上10句话，皇上未必能耐心的听上1句呀。孙儿听出来了，皇祖母是在埋怨孙儿自作主张吧？皇祖母，咱们祖孙心连着心，你要是有什么话，就直说好了。皇上可知道，那左翼前锋统领隆德多的娘家是谁吗？知道。这隆德多的祖母和皇祖母是堂姐妹，皇祖母可是要给隆德多求情，饶他一命。哀家为他求情，并不是为了亲情。皇上，你要知道，你擒拿鳌拜，为什么被鳌拜收买的那些守军没有异动？为什么鳌拜私下集训的那些亲兵没有起事？难道这件事情和隆德多有关？
隆德多实际上是哀家安插在鳌拜身边的一个棋子。他为了取得鳌拜的信任，大肆的诛杀对抗朝廷之人。这些人有的是该杀，有的是错杀。可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在你擒拿鳌拜之时，隆德多他借口清查乱党，在京城实行了宵禁，让鳌拜的叛军无法出动啊！这才让你在宫中擒拿住了这个鳌拜呀。皇祖母，这些事情，您为什么不早点跟孙儿说啊？皇上，你虽然年轻，但是呢，你许多事情很有主见，未必会赞成哀家的某些手段，所以哀家呢就隐瞒了。好吧，那就算隆德多将功折罪，夺取爵位，革职为民吧。多谢皇上给哀家这老脸，那就恕哀家倚老卖老，要多向皇上讨几个人情了。皇祖母请说。皇上知道这朝堂的背后可是盘根错节呀，牵一而动十，牵十而动百。你还太年轻，而皇祖母已经经历了3代的兴衰呀。皇祖母不得不为你想得周全一些。皇祖母的意思是？这上头的人都是跟皇上和大清江山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的人，望皇上处理他们时，需多多的酌情考虑。这些画圈的，不妨就最简易的；这些画勾的，最好是立即释放。只有这画叉的，则立即斩除。皇祖母啊，这孙儿啊，不是皇祖母一定要干政，皇祖母不过是一介女流罢了。这黄土都已经埋到脖梗上了，还为什么要跟自己的孙儿过不去呢？你要相信，皇祖母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皇上，为了这来之不易的大清国呀！皇祖母切勿伤怀，在这世上，皇祖母自然是孙儿最信任之人。你明白这一点就好，孙儿啊。皇祖母知道你现在整顿吏治，但是你不能够急于求成啊！这欲速则不达呀！这病重之人下不得猛药。朱哥哥，咱们等了好几天了，也没见那个内奸露面。还不是你上次打草惊蛇了？你呀，总是不听我话。我们先回宫吧，估计不会来了。哎，我还不想回宫呢。那你想去哪儿？我想吃串冰糖葫芦。你呀，就是一只馋猫。走吧。嗯。你慢一点，别转晕了。你要吗？不给。哎，这个。小听说啊，来这个地儿去一下，怎么样？不错吧？今天这天还真不错。是啊，我介绍的地方能错吗？哎，你这鸟的品种不错啊，我可是花大价钱买来的。哎呦，是吗？哎，我告诉你们，我还知道一家小店，那里的姑娘弹的一手好琴，那小曲儿唱的，哎呀，可了不得。是吗？是啊，这跟你们说，心痒痒的。哎，这样下看看呀，我来做东，咱们一块玩啊。哎，朱哥哥，那不是隆德多吗？难道我眼花了？你没看错，为首那个是隆德多，跟在他身后的那个是阿比奇。怎么可能呢？他们现在不是应该在天牢吗？3天以后就问斩了。很明显，事情出现了变故。环美，看来你赌输了。不可能，
一定是他们向索额图行贿，所以索额图把他们放出来了。索额图不是要钱不要命的人，而且，就算他们私自被放出了天牢，怎么可能无缘无故大摇大摆地出现在这里？不可能，龙小弟不会出尔反尔的。文梅，别傻了。像隆德多、阿比奇这样的贵族子弟，就是爱新觉罗氏的鹰犬。就算这些鹰犬偶尔咬错了几只驯鹿野兔，那对他康熙来说，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是，一旦他失去这些效忠的鹰犬，那他的皇位就不稳了。不可能，龙小弟不会说话不算数的，他不会骗我的。环妹，世叔姑娘，皇上吩咐过了，谁都不见。不行，我有重要的事情问皇上。哎，龙小弟，世叔姑娘，您轻一点，皇上睡着了，别惊扰了圣驾。哎，世叔姑娘，小声点儿。龙小弟，皇上根本不是睡着了，他是喝醉了。啊？皇上喝醉了？哎呦，老奴该死！老奴该死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也不知道啊。这皇上一早啊就写了一道圣旨，交给了索额图索大人，然后就把我们都赶出去了，说是要一个人静一静。我知道了，这儿交给我吧，你去给皇上端一碗醒酒汤来。好，好，好。哎呦，这皇上要真伤了龙体，我这罪过可就大了。哎呀，龙小弟，龙小弟，醒醒！老大，你来了，陪朕喝2杯。别喝了，你这以前不酗酒的，现在怎么了？什么都别问了，陪朕喝2杯吧。不许再喝了！看着我，我问你，阿比奇、隆德多是不是你下旨放他们的？你是皇上啊，你怎么能出尔反尔呢？天子的话，金口玉言，一言九鼎的。是啊，朕是皇上，应该金口玉言，一言九鼎的。你太让我失望了，老大。朕对自己也很失望。朕以为朕亲政了，就可以钱纲独断了，没想到。而且我就不明白了，你是皇上啊，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且你要杀的都是那些死有余辜的贪官污吏，既不违反大清律例，又顺应民心啊！老大，当皇上哪有那么简单啊？朕现在心里好难受，让朕抱一抱好不好？让朕抱抱。说话不算数，我再也不想理你了。哎，老大，老大，哎，起来。你就是个大骗子，我再也不想理你了。你还记得这把扇子吗？还记得上面的字吗？你曾经说过，你不会让你的耳朵变成摆设。可是如今我才知道，你不仅是一条装聋作哑、没脚没爪的龙，你根本就是一条虫。是一座红尘的城墙，煎熬过你给的苍茫，用半世的真换一世的伤，奈何不了无言过往。如果真心总喜欢流浪，谁会陪我遥望夕阳？用痴心的苦换天真的想，思念比毒药更传唱。我不能和你在一起，相遇是最痛的别离。如果我不是
就是我要的意思。你要记得曾经答应过我的那些话：消除贵族特权，革除积弊，整顿吏治，让全天下的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好，我答应你，这个利息我一定还。一言为定。一言为定。盖章。龙小弟，我这个老大可能要先行一步了。别说胡话，咱们两个是拜过把子的，说好了有难同当，同生共死的，所以为了我，一定要撑下去。龙小弟，我也好想陪你回京城啊！放心吧，我还想去收那些你欠我的利息。放心吧，人不死，账不来，一定要好好撑着。要是你不在，我来账了怎么办？你不会来账，因为你是一个好王。我之前说过，你是天底下最不该爱的人。可是我现在收回这句话，你真的很好。谢谢，谢谢你，老大。谢谢，所以一定要撑住。相遇是最痛的别离。如果我不是我，你不是你，眼泪就失去爱的意义。我不能和你在一起。康熙他骗了我，康熙他骗了我。如果昨天可以重新定义，我依然愿意再次遇见你。如果昨天可以重新定义，我依然愿意再次遇见。朱哥哥，我输了。别难过了。环美，我早就说过了，康熙在微服私访的时候，考虑的或许真的只有百姓。可他一回到这紫禁城，回到金銮殿，考虑更多的是他的皇位。朱哥哥，我问你，如果有一天你当上了皇上，你会不会跟康熙一样，在你心里最重要的是黎民百姓，还是你的皇位？你要说实话，不许骗我。如果有一天我做了皇帝，康熙没能做到的，我都能做到。你说的是真的吗？我永远不会骗你。我跟康熙不一样，他从小生长在宫里，而我从小生长在民间。我对老百姓的感情和他对老百姓的感情是不一样的。我远比他了解民间的疾苦，朝廷的积弊。环美，如果有一天我骗了你，就让我天打雷劈，不得好死。我不用你发这些毒誓，我相信你，朱哥哥。最起码你没骗过我，不像康熙那样。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师父跟爹要光复大明，扶你登基了。环美，你终于想明白了。我想明白了，而且通过这次山西微服私访，我也看明白了很多以前没有看明白的事情。像我们以前那样小打小闹，这里诛杀一个恶霸，那里铲除一个贪官，不过是图一时的快意恩仇，根本没有办法把老百姓从水深火热当中解救出来。
我希望你也不要辜负我对你的感情。皇上吉祥。凭什么？是。一欢呢？回皇上，诗书姑娘已经安歇了。你们先退下吧。是。老大。老大。老大，朕知道你还没有安心，朕想跟你说会儿话。老大，皇上，您还是先回去吧。诗书姑娘，她是小孩子脾气，您越是上赶着跟她解释，她就越是听不进去。您先放下几天。过几天自然就好了。只怕这次事情非比寻常，他跟朕不是一般的知己。皇上您放心，奴才跟李太医会好好劝劝他，相信他会明白的。真没想到，康熙会临时改变主意。这样一来，你打算借机挑起清廷内乱的计划，怕是落空了。虽然计划落空，但欢妹及时醒悟了，也算是意外之喜。啊，那就恭喜大师兄了。这样一来，小师妹就能收回对康熙的心思，一心一意地对待你了。只怕这付出的感情，不是说收回就能收回的。但愿吧。师弟，怎么什么动静都没有啊？不知道，不过应该快了吧？吴应奇最近几天每天都会在这个时候演出。吴应奇的大哥吴应雄是建宁公主的额驸，他们平西王府在京城也有很多的亲友故旧，所以吴应奇应该会有很多的应酬。哎，应酬肯定是有，但没准儿他还有什么其他的计划呢？师姐，我觉得三师傅说的对，我们还是应该提防一下吴应奇，别被他的外表给骗了。你别提我爹了，我爹根本就没把我当成他的亲生女儿，他只喜欢一欢一个人。哎，你可千万别这么说你爹啊！三师傅其实很疼你的。你还记得上次你赌气出走，三师傅在门口眼巴巴地等了你一晚上。哎呀，哦，对了，还有你脸上的伤，三师傅其实一直都在为你寻找那些珍稀的药材。
为你配置那个什么冰肌芋圆糕，还有小师妹。其实他心里也一直觉得挺对不住你。好了，你别说了，我不想听。啊。好像是在等什么人。这么晚了，他肯定不是一个人来这里看风景的，必定是在等什么人。师弟，你看，湖中间有一艘大船。想不到吴应期行事竟然如此小心谨慎，居然将与人约见的地点定在了湖中心的大船上。